各位亲爱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2025年上尾一个初日，大家搁伫遮相见。虽然昨暗搁一个大的地震但是大家应该拢平安。咱礼拜前来唱2首圣诗。第一首是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就是来回想咱过去一年久的时间，咱无论拄着顺境，还是拄着困难、拄着挫折，甚至有的家庭拄着死失，咱拢经过了这个年日。但愿感谢上帝，这个但就是讲，现在我搁感谢上帝，代表过去嘛是拢咧感谢上帝，到今仔日嘛是咧感谢上帝。希望以后的每一日，咱拢感谢上帝。当然，咱圣诞节拄过，今日牧师嘛是搁用耶稣降生的故事来甲咱勉励，嘛是但愿感谢上帝，就是上帝赏赐伊的圣囝耶稣，互咱为着这来感谢上帝。咱来请琴来甲咱弹前奏，咱这首应该足熟哦。来，第一站。真无简单啦吼！过去、现在、将来，咱拢要永远服务上帝。这是咱的信仰的一个表现。第二首，咱来唱65首，圣诗65首，天父可怜世间艰苦。这首诗作词甲作曲，拢是陆先春哦。陆先春，咱应该大部分的人拢捌听过哦。伊出世1905年伫淡水1927年伊就去读较早叫做台北神学院吼，台北神学院但是伊伫读册中间有机会去
即个东部看到即个阿美族因的生活足艰苦，因的规个社会的即个足落伍的情形，伊就伫遐有感动，伫遐决志，以后要做即个山地的即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伊到40通会，伊就缀一个牧师做伙去台东的所在，伫遐服务即个阿美族，伫遐差不多20年久的时间。即陆先生呢，伊有学过医学，伊嘛是一个音乐家，佫是一个人类学家，特别伊有为着阿美族伫遐来创作一寡信息，佫有台语的信息，亲像咱今日所念的即首诗吼，佫有华语的信息，约略差不多200几首，所以咱来念即首65首。咱较无解释，所以请琴队头到尾甲咱弹一遍。唱第一站，嗨，天边少年，能够阿贝给我美罗，谁先行就这样说，那是能够过。尊贵永远无论，稳定所听，欢喜平安，归队之中勇敢。第2站，和平因君救主耶稣，耶稣。世界混乱，人心无定，不若福音真相。那中去欠你顺服，内上帝讲，我应该归心被上帝尊贵永远无敌，上帝有天有喜平安，归罪救人勇敢。咱准备心来做礼拜。
今日是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主日，也是咱本教会建堂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奉献代祷，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恁着学了上主，对天顶学了上主，伫寒的所在学了伊，伊会种树者啊，恁着学了伊；伊会种天君啊，恁着学了伊。三角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6首，26首，请起立。
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个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51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51篇耶利米书17章。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阳热到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看路。同心来祈祷，万军的统帅上主，阮的天父上帝，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阮要专心感谢你，阮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阮要因为你欢喜快乐，至高的上帝啊，阮要称赞你的名。做阮得胜的所在的上主啊！求你赏赐阮气力，伫阮拄着患难的时，做阮及时的帮赞。最近伫阮台湾发生侪侪互阮心无平安的天灾甲人祸，无论是10天前伫台北的中山地下街，甲捷运中山站中随机杀人的事件，造成一寡人受伤，甚至丧失性命，是昨暝真大的地动，虽望无造成阮大的损失，毋过拢互阮的心极其惊吓。总是阮知上主你设宝座伫世界的顶面，伊做王到永远。虽然地大变动，山刷到海中，海水大涌浩山因为海中摇出，咱拢免惊，总是愿也恳求上主施阮怜悯，安慰受害人民甲因的家属。今主日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当阮得备办心，迎接新的一年，制定阮新年度的计划的时，也阮通算效阮今年所经过的一切，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拢将阮的感谢献上互你。今仔日是总会所定退休牧师、传道师奉献主日，感谢上帝差派李牧师来阮教会讲道，也愿你的圣神感动李牧师，互伊带着你赏赐的气力甲智慧，回听你的道理，伫个阮正人。阮也要感谢你，伫阮教会兴起侪侪人献身，互你所用，成做传教士，服侍正教会。当因年岁到，正庭退休了后，愿上主毋但简单通过即个奉献主日来提醒阮来孝念遮个年长的传教者，也愿上主时刻将因的需要放伫阮的心内，也时时提醒阮爱关心阮所认捌的牧者。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传第2章13到23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第2页，和合本修订版新约第4页。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因倒去了，有主的天使伫约瑟面梦中出现，讲：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走去埃及，带遐到我甲你讲，因为希律要找婴仔来灭伊，伊就起来，透暝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埃及，带遐到希律死。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讲我捌调我的囝出埃及。16节，迄时希律知互博士失去，就大受气，找人将伯利恒甲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照伊对博士详细查的时，凡那2岁以下的一整台，安尼应验早托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讲伫列马听见声，啼哭，搁大伤悲，列结靠伊的囝儿，毋愿受安慰，因为因无去。19节，希律已经死，主的天使伫埃及。伫约瑟面梦中出现，讲：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因为遐个爱害婴仔的性命的已经死啊！伊就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到以色列地，总是听见阿基多煞接伊的老爸希律伫犹太做王。就毋敢去遐。既然伫眠梦中得到指点，就退去加利利的境内，到一个城名拿撒勒，踮遐徛起，是要应验早托者的先知所讲的，讲伊要叫做拿撒勒人。请李信仁牧师讲道，题目是对婴仔的啼哭。到5万的骹只。所敬听上山教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代表总会所属团福会来遮向大家请安。伫退休传教者的主日内底，嘛是咱今年上尾的一个礼拜，而且咱真正需要伫主的平安内底。得到5万，得到重新起造的力量。伫今仔日非常特别的日子，特别伫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嘛亲像咱拄则圣歌队所吟的诗，甲咱讲，伫主所应允的内面，伫马槽内的耶稣，诚做咱众人的帮助，带来真实的平安。咱用这款的平安去迎起。2026年，伫今年的内底，咱嘛回顾主一路陪伴咱，行过真侪无简单的日子，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做阮的拯救。感谢主，对今年2025年，阮回顾阮所行过的路，是主你陪伴阮稳定的路，虽然有艰难有挑战。嘛有天灾、沙暝，嘛有地动，总是恳求主帮助阮。军队主你的脚脚，军队主你的脚步，互阮用信心、用5望、用勇气，对主你遐来的信息平安，和应允来迎起新的一年。阮嘛伫遮通过主你的话，通过耶稣基督你所做，诚做。阮的帮助，通生命的更新和提升。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性命，阿免。今仔日下7个主日内底，伫普世的教会其实大好。今仔日
若是伫普世的教会内底，12月28号，就是对圣诞节过了的第3天，是传统上号做圣婴仔护龙台的日子。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对马太福音的第2章13节到23节，所咧讲，这是一个真残酷的一个故事，因为伫遮为着耶稣的降生，后来因为人的私欲，用一款无差别的大屠杀，杀2岁以下的囡仔。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的内面，就有安尼的记载。伫咱今日所读马太福音第2章第16节。我想今仔日伫即个时间点，咱读着即段圣经，我想有无共款的一寡的感受。嘛，亲像咱顶礼拜咱的美玲牧师伫圣诞的讲文礼拜的讲道内底所讲的以马内利，其实伫马太福音的传统内底，其实第一个圣诞节其实无讲介平安。耶稣出世了后的即几天，更加无平安，因为人的私欲，因为希律伊惊讲伊的王位无法度保持，所以暗中派车的博士去送礼，其实是要互因做一款的互伊有一寡成败，人讲做失败，后来有一寡的变化，总是车的博士因为主的指示，因得手了后，煞引起一场足大的屠杀。伫一寡的世界的一寡的话内底，拢画出即款的一块情景。所以咱咧想，其实嘛是和咱今年的心情共款，因为咱今年2025年，特别伫圣诞节进前，嘛亲像咱拄则查长老、查司长老的祈祷内底，咱嘛看到即款无差别的暴力，也是即款的屠杀，甚至咱看到对今年开始。即款的战争的声音，有一寡小朋友，也是一寡伫暗暝咧哭的妈妈，即款的心情，就亲像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圣诞节，伫马太福音对第1章到第2章，尤其到第2章，咱所看到的即款的情景，非常类似，总是对安尼内底，行过即款真艰苦的路的耶稣，真做咱的帮助。这就是咱信仰中非常可贵的一个所在。我拄则所讲到，希律王派遮的博士所以去伯利恒，其实就是送礼嘛吼。有几个博士，其实讲几个，总是有一寡咧讲伊送3项物件嘛，毋知黄金、乳香、木叶吼。即马伫一寡的餐厅吼，拢有摆即款圣诞的一寡的布置，互连有天使吼。连迄个时阵可能有穿越吼，连恁看有一身迄个玛丽兄弟嘛说出来安尼等等的，总是伫即款的情景，其实咱读到伫今仔日的圣经第2章的第13节，因倒起来有主的天使对约瑟面梦中出现，遮的博士送礼了后，因是安怎？伫梦中得到主的指示。毋通转去见希律，所以因走去。但是即个代志所引起的是希律，伊的心大愤怒。会使讲用一个，若是我用我家己的翻译，较类似掠狂啦吼。规个人已经无法度控制，开始去杀2岁以下的囡仔。这是真残忍的代志，就是发生伫今仔日。若是照教会的传统来讲，伫耶稣出世了2-3天了后，假设耶稣是3天前，所以圣诞节、圣诞明出世，伫今仔日是一个大屠杀、杀囡仔的日子。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段圣经，互咱所看到，特别伫马太福音伊独家己的描写内底。圣诞节其实毋是讲介平安，总是伫无平安的内底，总是伫一款的屠杀的愤怒内底，伫流血哀哭
的内面，咱得到是甚物货？对这内底，咱要看到甚物货是真实的平安，就是伫黑暗、伫老火、伫天口，伫看到无五望的时阵，耶稣是给我请做迄个五望。耶稣伫伊细汉的时阵，就是安尼，嘛亲像咱今年所流行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爱得走是安怎？是天使伫梦中甲约瑟指示，嘛感谢咱的教会伫顶礼拜米莲牧师的讲道内底，将约瑟伊生命内底的一款的变化，和伊的顺服讲啊真清楚，总是对伊来讲，这真沉重。要互玛利亚真特别身份的女子生囡仔，和伊结婚就已经无简单的代志。囡仔一出世，就老母无法度做未来吼。迄阵嘛无啥物迄个即摆未来拢爱去迄个坐月子中心，迄阵无啥物坐月子中心啊。伫马座内底，囡仔初出世，就爱安怎？全家就爱安怎？匆匆忙忙、连滚带跑走去埃及。迄其实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咱来看吼，你若想着要逃走、要流亡，大概有几个咧？咱看有一个吼，甲伊变装是啥？1970年的1月，彭明敏教授。伊就是爱留喙鬚，打扮做亲像迄个伊的手有一支是无方便长去，所以就是爱变装。另外一个呢是最近的代志，12月11号，就是今年的诺贝尔奖的得主，迄个马查多，伊是迄个委内瑞拉的即个反对党的领袖。总是伊迄个时阵伫委内瑞拉无法度出境，所以听讲伊伫遐要走出来委内瑞拉，伊爱通过真侪人的帮衬，甚至呢到海的时阵，阁有人接应，阁有一个无人承认，有人去问美国，迄个时阵空中吼有迄个航图吼，有两只战斗机飞40分吼，是不是呢甲护送？美国无公开回应，嘛无公开否认啊。耶稣敢有即款的资源？耶稣无法度像彭明敏教授迄阵的变装，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有参与。迄个时阵是台湾新学院教的教授汤培利牧师，伊后来有写一本册叫做《菲尔普河》，伊讲着即段代志，甚至甲有假护照。伫迄个伫日本有一个人，伊来台湾，将即个护照想办法交互彭明敏教授，将迄个护照 passport 会上换做彭明敏教授的时候，彭明敏教授爱处理即个变装的代志，大概伊甲伊流水手等等的，即个计划大概爱经过2-3年。近2-3年啦吼，包含迄个马查多，总是耶稣一出世的时阵，即个约瑟马上就接到，就亲像昨暝共款。今仔日吼早起，今仔日早起是伊律要抬婴仔日子吼，所以昨暝你都要有一个对上帝国遐来的国家级情报，你生命内底有一个大地档。你要紧走，你生命的大地当来，就亲像咱昨暝11点外接到迄个国家情报，其实嘛是一个提醒。我感觉安尼的时阵，我会想到，我若是约瑟吼，我接到的地动的警报，毋是天然的，是有政治的屠杀，甚至目标是我的囡仔的时阵。即款的地动比昨暝的大地动搁较大，你着爱啥物货？照圣经咧讲的时阵，伊是啥物货？两边吼透明，
章14节，透暝带囡仔甲伊的老母去埃及啊。我昨暝吼，伫阮兜吼，伫遐摇的时阵，我想要走，阁无啥敢走吼。但是来到遮的时阵，我拢会想起九二大地震，因为伫咱这附近的迄款东兴大楼倒落来，迄款的情景，总是约瑟伊马上两边行动。伊敢有时间，亲像裴明敏教授，甲伊变装，亲像迄个委内瑞拉的马查多，伊甲安排人接应，甚至阁有国际关心，阁有啥物战斗机，等等的安尼，无法度，伊爱马上行动。总是伫即个逃亡的内底，耶稣基督得到保护，上帝救恩伫遮展现，甚至这要甲人讲一寡代志，希律的霸权。希律的残忍，搁较安怎？无法度阻挡上帝救恩拯救的行动。这是马太福音要甲咱提醒的一个代志。通过讲这个故事，重新去回想耶稣对伊出世的即款的艰苦，嘛咧提醒咱。虽然咱的生命内底嘛有迄款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时阵，但是有上帝的陪伴，咱会使安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我想，这就是上帝互咱足大伫耶稣基督的听内底，通过伊的拯救，耶稣亲身，就是伊的老爸和伊的老母带伊行过即款艰难的路的时阵，而且得到一个咱足大的应允和帮助。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的第15节咧讲，带遐迄个所在埃及到希律死。是要应允主托先知所讲的，我要调我的囝出埃及。这个话是马太的读者引用何西阿书第11章第1节，伊咧讲的一个代志，其实互马太福音所读到的人，伫迄个时代的人，大概是此后大概是70年到90年迄段时间的人。因可能已经毋捌看过耶稣，总是因伫犹太传统内底，因咧想一款代志。经过这个苦难，恁咧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但是我的历史内底，敢有即款因刷的卡者，所以伫马太的写作内底，特别引用伫即段内底引用所谓先知的话，才引用何西阿书，伊要讲，即个救恩毋是即个时阵，是对足早以前，上帝就有即款的应允，而且对埃及调我的囝儿出来，即个是咧讲一个新的出埃及的愿望，通过逃亡去埃及，佮对埃及佮出来的即款，互去想着讲，因的祖先嘛有共款的即款的情景。你讲阿伯拉罕的家族通过约瑟，去到埃及，后来摩西佫出埃及，伫遮出埃及即个代志，对迄阵的人，因有真大的鼓励，因为伊嘛是当着一个政治变动，当着一个人心伫罗马的统治，伫希律的统治，也是伫一寡真大的艰难的内底，因要找一条愿望的路，重新去讲遮个故事。互因看讲，原来耶稣就是新的出埃及的愿望，这是上帝的信实、真实的应允。伫遮，咱嘛咧看着讲，伫即款的救恩的历史，特别对马太福音的传统内底，拄则伫咱的圣歌队一开始所吟的即个宣调是小小的城市伯利恒，但是对马太福音的读者，对圣经的读者。对这个先知的传统来看，伯利恒毋是上细，这是对米迦书第5章第20节就有。咱今仔日所看，你若是有向头前看马太福音的第2章第50到第60节，伊就讲，这个伯利恒，犹太伯利恒，因为先知原来记载，伯利恒啊，你是伫犹太城市中上美细，但是你毋是上美细，因有一个。王要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迄就是咧讲耶稣基督。咱搁看讲，
咱拄则所读的即段圣经内底，伊讲的即款的老母的啼哭，和即款的屠杀，伊嘛有一个用先知的话亚利米先知的应允安尼讲，第2章第17节到第18节，伫列马听起声啼哭，搁大悲伤，列国靠伊的囝儿愿受安慰，因为因无去。这是安怎？列国为着伊的儿女啼哭，这是伫亚利米31章15节，总是马太拄则伫第2章第18节遮嘛甲引用。其实一直要讲，即个救恩的传统，即个救恩是对较早到即阵一直拢无变。上帝的听，上帝的应允，一直向大家三角之地，无管历史安怎变化。无管空间时间怎改变，上帝救恩拢无变。佮来最后，伫即段圣经内底2章第23节，伊要叫拿撒勒人，伫先知的传统的内面是记载伫以赛亚书11章第1节，伊讲伫约西的即个基啦，即个基的即个希腊基，或者拿撒勒，即个拿撒勒。属成拿撒勒后来希腊语的即个发音呐，所以对遮伊要将即个，我想即个吼拿撒勒即个希伯来文，迄算讲因第一代吼，咱台湾人叫迄什物谐音梗啊，迄算谐音梗，后来变拿撒勒啦，类似安尼。但是对遮的代志，其实一步一步讲。过去的先知就有咧讲遮个代志，即马当咧应允，请恁爱有信心。特别对迄个时代读着马太福音的人，到咱即个时代2025年的今仔日所读着马太福音的人，咱拢爱领想，搁一遍去想上帝伫救恩历史是对久长一直延续到即阵，伊不断。演说不断见证，而且已经应验。所以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这段圣经，咱看到是囡仔的一个啼哭，总是上帝真明显徛伫上弱势、上艰苦、上受压迫的遮个，就因可能拢还袂晓讲话，可能就袂晓行。可能拄仔出世就风台囡仔遐，可能因的名咱拢毋知影。总是今仔日咱纪念即个代志的时阵，咱看到伫第2章20节讲，即个时阵，上帝使者伫埃及，搁一遍向约瑟讲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因为遐个咧杀婴仔的死命的已经死啊。希律已经死啊，总是伫上帝保守内底，救恩的记号耶稣，伫毋是伊心中的所在，伊马上就爱去走去到埃及，伊活落来。若是照历史的一个咧讲，对希律到即个后来咧接希律的囝阿基洛，大概这中间有2年啊。通常咧讲耶稣的出世，有个人讲，虽然咱用西元第1年吼，公元第1年是耶稣出世，但是有一个传统讲，耶稣大概是主前吼，就公元前6年出世。但是呢，历史真正就是讲，即个希律吼是公元前4年死去，所以对安尼来推测，耶稣大概有2年吼，住的吼埃及。我想吼，伊虽然圣经无写遮清楚，一个安尼走路走去到埃及，伊会使活落来。我想因的身躯边有真济人陪伴因，好款待出外人的人。帮衬因会当伫遐长大，若是换做我吼，雄昨暝我若是接到耶稣的指示，你性命得有大地当吼。虽然恁无生囝吼，但是吼有人要处你的性命，你机票紧款吼买吼，飞去到迄个土耳其，
我可能感觉我会活袂落来，类似即款的感受，所以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咱搁来看，今仔日个圣经咧，甲咱讲啥代志？虽然是大多杀，但是上帝徛伫受害的遮婴仔一边。伊嘛甲咱讲，咱纪念遮个代志，但是搁一边来讲，人的私欲、帝国的霸权，无法度阻挡上帝的拯救。上弱势走去甲埃及的约瑟的全家，因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后来因正做全人类的希望，特别是迄个互人所看轻伫马槽内底出世的婴仔耶稣。我想咱今日咧讲的即个对婴仔的啼哭，甲5万的记号、5万的卡者，就是咧讲说，咱纪念遐因为耶稣的出世来受难的人，嘛纪念遐可能伫耶稣咧长大，伫约瑟一家。伫安尼暗暝，安尼走去埃及，伫遐大的时阵，有真侪人对因的帮助。这嘛诚做咱的提醒，可能咱身躯边嘛有真侪人对国外来，也是遮个国外的朋友，遮个国外的义工，遮个陪伴我的长辈陪伴我妈妈的，我拢爱讲一句：逐日嘛较死，因为我真感谢伊。有可能伫即内底。你好款待阮，但是耶稣伊诚做去到遐的人，嘛得到人真好的款待。特别今仔日是退休传教者、牧者的奉献主日，我想咱看伫咱的教会来讲历史的卡者，实在是会使讲是一个足大文典。特别咱教会今年是咱的教会150周年，今年嘛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60周年，我想伫这内底，特别我看到咱教会有一支迄个回顾150年的这影片内底，咱看对马街伫即个所在创设，经过真侪的咱的这个牧者一代一代牧养，就是咧讲以马内利上帝教咱3个地的故事，不管即个所在有啥物款的变化，上咧听永远无变。上帝恩典行咱社会，所以伫今仔日的即个退休传教者奉献的主任，咱其实来怀念者，不断咧讲以马内利上帝行咱社会见证的遮个传教者，咱嘛来想着讲，有一寡人可能伊连退休拢无法度退休，伊就来牺牲。咱看到今仔日所记载。互希律屠杀的遐个小朋友，伊可能拢无法度活落来。嘛有一寡传教者伫伊的生命内底，可能意外重病，也是碰到一寡代志，所以伫总会的即个传福会内底，特别有关心，所以有设立一个爱慕之友，帮助一寡伊可能无法度到正庭退休，但是因为种种的意外等等。来实施也是身体较无方便的遮个人，我想这就是咱160周年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告，也是咱的教会上山教会150周年，咱伫久长的即款的变化内底，咱疼惜遮需要有帮助的人，特别伫我拄仔所讲到，伫2025年有真侪的挑战，你看所列出来。对今年1月开始，什么川普做总统了后，经济开始向什么关税谈判啊等等的，还有政治经济战争的威胁，我想这个代志拢知影，甚至有迄个马太安的这意料极端的气候，伫最近伫即几工，我其实定会经过。迄个中山站，迄是我定出入的所在。我拢会伫遐，逐工经过遐时，我看真侪民众伫遐咧搭迄个便利贴，写出因的祈祷，也是伫我献花的时阵，我所看到，迄是一款的定心，互咱提醒，伫一款的无差别攻击的大屠杀，也是伫迄个时阵，
伫2025年进前的即个希律太婴仔了后，大家的即款信心勇气、定心的顶天，就是伫咱即个土地。伫目屎内底，咱看到望；伫行动内底，咱勇敢向前行，踏出疼的水的脚步，勇敢向2020年。而且嘛，感谢嘛真侪伫耶稣的生命内底，不管通过什么款，互伊成长，至少伫埃及迄2年得到帮助，至少互约瑟一家顺利对伯利恒走到埃及即个真长的路上，也是有一寡主的天使甲伊的帮助。伫咱今年真侪灾难内底，咱嘛看即款的天使，我定想着，拢会感觉真感动。咱看到讲华人的即个马太预料的时阵，马上一堆人对上山咱遮的火车站，哦，迄个时阵我要坐火车坐袂着，哦，真侪人家己摕铲子吼。伫咱这附近吼，只有一寡五金行，咱头前遐都有一间嘛吼，伫遐买迄个铲子，怎走去上山火车头坐火车？因讲伊要去华人，也要行到这铲子超人。嘛有无辜受害，亲像为着耶稣受害这婴仔，伊家唱神性，也是伫遐，伫恐怖攻击的，伫迄个上危急的时阵，的迄个 Starbucks 将迄个铁门关起来，防止迄个汽油弹走入去。嘛有伫即个南西的成品的即个保卫公司内底，真慎重。遮个服务的人，也是伫咱今年看到一寡的社会运动，也是宣传理念，也是为着咱的社会呢拍拼遮个志工，这拢是5万的脚者。虽然有婴仔的体口，总是咱看到5万的脚者的时阵，咱会知影以马内利上帝向咱同在，其实就是咱你我日常生活5万的记号。愿咱会记得有真侪人。可能伫个生命内底有因的牺牲，会记得迄个时阵耶稣诞生的时阵，无平安的内底有一群的囡仔因被杀，会记得有邪恶的政权伊无去啊，总是上帝的救恩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天父可怜世人艰苦，世界混乱，民心无定，福音真声的内底。咱着奋起谦卑顺服，奉行上帝国。这是咱等下要吟的诗第圣诗65首，总是特别伫咱教会今年150周年，要来通过见证，通过咱福音事工，一代一代留落5万徛水的脚步，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来纪念伫耶稣降生的时阵，有一群真无辜的婴仔，因受邪恶政权害死。求主怜悯，伫今年特别伫阮现在伫世界，嘛有听到有一寡的小朋友因为战争因失去父母，也是因家己嘛受伤，也是伫阮的生命内底。有真讲袂出来的艰苦，我嘛是想亲像约瑟共款，脱离一个我感觉真黑暗的一个所在。阮想要走，总是求助你帮助，互阮有信心向前行，互阮对婴仔的体口内底，通过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上帝，甲每一个人三角地地，即款的应允内底，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信心、望，伫主的听内底，阮迈向新的一年，迈纪念遐真辛苦为着主拍拼一世人的退休牧者，嘛求主你帮助阮，伫阮的日常生活内底，正做迄款望的脚步，宣扬主你的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献开酒报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起来。
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因为遐个爱害婴仔的性命的已经死了。马太福音段2章20节，起来带婴仔甲伊的老母去以色列地，因为遐个爱害婴仔的性命的已经死了。马太福音段2章20节。三甲的金丝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5首，请起立。请坐奉献，请詹仪仪长老、谢秀雅长老甲詹仪仪长老、谢秀雅长老甲詹基宏长老来负责建堂奉献，请陈秀娥执事甲曾朴雅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417页消息报告第2点。今仔日是退休牧师团导师奉献主日，特派李信仁牧师来讲道请安，感谢信仁牧师，也请兄弟关心大道奉献。第3点，请兄弟到1楼摕2026年第一季圣工事奉表，也通对教会网站下载，甲心眼光读经。第7点，2026年1月初4，第一场礼拜中要举行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俄罗团甲儿童诗班团长甲萨姆利牧区各级主任就任。第8点，2026年1月初4下晡12点半要召开建堂暨发展委员会甲中职联席会，请顾问委员甲中职参加。第9点，2026年1月初4下晡2点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参加。奉献部分若有订单，请找财务组中职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圣工事坊，请家己看。请陈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伫遮甲咱来报告一个真遗憾的消息，就是咱的兄弟林庆和兄伫12月24号亡主运调，所以咱嘛为着伊的家族来祈祷。因为伊的全家拢毋是基督徒，虽然伊有领洗礼，但是因决定嘛是要按照即个民间宗教的仪式来办理，所以咱会当落替伊祈祷。互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咱嘛请兄弟会爱较注意的，最近可能也有遮余震，所以咱爱真细腻。咱嘛为着咱的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原营即事，为着带孕的机体活主祭圣食节，嘛为着身躯欠安伫接受治疗的秀恩节、燕纯节，也是伫处理疗养的慧玲姐、陈五兄、林水长老、伊利、明月姐、到明兄、秀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生兄、明理姐、阿菊姐，互咱就开喙为着遮的事，为着遮的机体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佫照着即段经文，佫一摆提醒阮，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虽然面对世界遐尼大的动乱甲变迁，但是主你应允，你要甲阮同在，所以阮无惊吓，因为你甲阮伫地。主恳求你帮助，互阮兄弟姊妹伫即个暗世中间，阮犹原会当坚调信仰，勇敢徛在，会当为着你做好的见证。主，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为着庆和兄因的家庭来祈祷。虽然因还袂明白你，总是阮相信主耶稣你的疼，也要进入即个家庭的中间，帮助因、安慰因，互因会当伫面对失去老爸安尼痛苦中间，会当体会到对上帝你来的关怀甲疼。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机体身躯欠安伫病院的活主者甲圣食来祈祷，
恳求你也帮助因，互因有勇壮的心，互因会当有上帝你的平安甲因同在。互因虽然伫肉体真艰难的中间，总是互因会当勇壮。主，阮也要为着遮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你，互遮个家庭伫陪伴遮个病人的时，也互因会当有健康的身躯。主，阮也要为着伫厝里疗养遮兄弟姊妹来祈祷。主，阮的小恩姐也是燕纯，因拢伫接受治疗，也恳求你继续来看顾，互因每一届治疗会当帮助因的身躯，拢会当得到勇壮。主也恳求你来看顾做遮伫接受复健也是医疗的帮助的遮个兄弟姊妹，也顾守因，互因伫即个真寒冷的天气，拢会当有勇壮的身躯。阮也要为着阮怀孕的姊妹原因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伊，帮助伊巴肚内胎，也为着阮教会有侪的家庭中间有细囝的遮个家庭祈祷，恳求你帮助遮个父母，也是遮个照顾的阿公阿嬷，也互因会当有听，有对内的教导，会当来陪伴因中间的遮个细囝来大汉。主，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阮感谢你，互阮伫顶礼拜，阮伫广场遐会当完成阮的遮个宣告的事工，恳求你帮助。阮有看见真侪朋友因留落来听遮个诗歌，留落来听福音。主，阮也恳求你保守帮助，将你的福音会当种伫因的内心。有一天，阮相信你会互因来补芽来成长。阮也为着阮所关怀各报佳音的遮个家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虽然有的兄弟姊妹无方便出来做礼拜，但是阮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带互因。恳求你也伫遮个家庭的中间。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阮的建堂的事工来祈祷。恳求你引带阮的骹步，互阮知阮头前的路要安怎来进行。阮也恳求你保守阮同样的事工，特别阮后礼拜开始就是新的年度的开始。恳求你也保守阮所有的同工，伫面对新的一年，阮的事工的任务的时，互阮也有智慧，互阮有体力。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你帮助保守阮的台湾，互阮虽然面对真侪的灾难、惊吓，总是互阮台湾人会当真固守阮的即片土地，也帮助阮遮个信主的兄弟姊妹会当勇敢将福音来传扬出去，互要未信主的乡亲。主，阮恳求你也保守伫逐世界传福音的宣教师，互因会当有勇壮的身躯，互因所做的会当伫上帝你的保守内面来得到纪念。阮今仔日也是退休传教师的奉献主日，恳求你也纪念遮个一生为着传福音、为着教会你付出的遮个传教者。保守因，帮助因，也互兄弟姊妹借着金钱的奉献，借着祈祷来关怀遮个牧者。主，阮将今仔日阮所有的敬拜，拢交伫主你的面前，阮献互你，也恳求你保守阮兄弟姊妹伫寒冷的天气，阮拢有勇壮的身躯，会当来敬拜你，会当来学劳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
原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的无尽。阿门。请坐。